我自己咧，就覺得應該係有一個咧佢信任嘅人，而且呢個人咧係有相當嘅專業程度啊，就令到佢去信服嘅，所以先至會去咁樣做嘅，係啦。我自己認為會係咁咯。你諗下喎，一個咁唔信人嘅人，去做到肯玩到自己入精神病喎，你精神科問題入院會係咩問題啊？你可以自簽入院，就話你自己想死啊點樣嘅，你可以自簽入院。但你入到去你冇手機嘅喎，你要記住喎，你係有呢啲病，你冇手機嘅喎，俾人望住你嘅喎，24望住嘅喎，因為你話你想死喎。咁跟住你甚至沖涼屙屎尿都會望住你嘅喎，啱唔啱啊？你估好過癮啊？你令到佢入到去咁喎，佢入去之前佢都會查資料啦，啱唔啱啊？我認為未必係阿門咯。